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開始新系列舊約福音，今次係第一集，從該隱墮落看救贖盼望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可以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神嘅創造原本係十分美好，但因始祖墮落，世界從此改變。舊約經文巧妙呼應始祖墮落嘅典故，警告世人唔好重蹈覆轍，但又點燃救贖盼望，指引罪人尋求神嘅恩典。呢個系列從文學與神學角度出發，探索唔同經文嘅救贖盼望，邀請你反思信仰，朝向救贖盼望而生活。始祖墮落記載喺創世記第3章、第4章，描述罪喺短時間內惡化，從始祖背逆到該隱謀殺神悅納嘅親人，再到佢第7代後裔建立冇神嘅文明，並且以拉麥居心超越神嘅宣告為頂點。作者以此警告世人唔好重蹈覆轍，又鼓勵人呼求神，喺神恩典中點燃救贖盼望。第4章可分7段，第一段亞當夏娃生該隱亞伯，記載人類後裔嘅擴展。4章1節，我靠耶和華得咗一個男孩，係正面翻譯，表示感恩。呢節可以反面譯做我創造咗一個男人，同神同等，表示驕傲。有學者指出，作者刻意模糊，係要突出人嘅無知，呼應蛇對夏娃嘅引誘。人吃咗禁果就會好似神一樣，能夠知道善惡，即係全知。第2段兄弟獻祭，神拒絕該隱。作者梅花間竹嘅記載突出神悅納亞伯，但冇解釋原因，呼應4章1節，再次突出人嘅無知。該隱憤怒同塊面沉咗落嚟，警告人如果唔妥善管理內心，就會導致離開神嘅面。第3段神與該隱，神善人惡，神勸勉該隱同埋質問該隱，為咗阻止佢犯罪，但係該隱選擇謀殺同否認，表示罪越嚟越敗壞。呢段可分4小段。第一小段神勸該隱，開始時神問該隱，呼應始祖墮落之後，神主動尋找佢哋，並且問佢哋，俾佢哋機會自白回轉。神嘅警告係喺該隱犯罪前主動勸佢離開罪惡。作者好巧妙咁將3章16節形容夫妻張力嘅用語戀慕同管轄，轉為形容人與罪嘅張力渴想同制服，將原本外在夫妻嘅鬥爭轉為內在個人罪慾與意志嘅鬥爭，更深刻揭示罪嘅渴想係扭曲嘅親密，而且有攻擊力。第2小段該隱殺弟弟，該隱漠視警告，偏行己路。經文重複田野2次，呢個字喺第3章2次形容蛇同神對亞當嘅刑罰，所以田野俾人不祥之兆，預示將有罪惡出現。第3小段神問該隱，呼應第1小段，同樣開始時神問該隱，表示在人犯罪之後係神主動尋找人，俾人機會回轉，突出神嘅憐憫。第4小段該隱否認，呼應第2小段，同樣描述該隱嘅罪行，佢冷漠回應，表示從內心到行為言語都全面墮落。第4段該隱殺弟弟，俾神刑罰。4章10節，你做咗乜嘢事？呼應3章13節，神問女人，你這做嘅係乜嘢事？4章11至12節，神對該隱嘅審判，又呼應3章17至19節，神對亞當嘅審判。特別值得注意嘅係，審判係從地受咒詛變成人受咒詛，表示犯罪嘅後果加劇，加強警告人唔好重蹈覆轍。第5段神與該隱，神雖然刑罰該隱，但係仍為佢着想，同該隱自我中心形成鮮明對比。呢段可分為3小段。第1小段該隱求情，佢珍惜自己嘅生命。
但係漠視亞伯嘅生命，突出罪性對人嘅影響就係自我中心。第二小段，神做記號保護該隱，呼應神為始祖做皮衣，表示神審判嗰陣唔會忘記憐憫人。第三小段，該隱離開神嘅面，呼應第一小段，重複離開你嘅面流浪，表示係神執行刑罰。該隱離開神嘅面，呼應始祖被逐出伊甸園。第六段，該隱拉麥敵神加劇，描述7代人12個名，情況越嚟越敗壞，完全遠離神，可分3小段。第一小段，該隱建城，阻止神罰佢漂泊流浪。第二小段，該隱後裔建立冇神嘅文明，包括畜牧，即係經濟發展；音樂，即係藝術成就；冶煉，即係科技進步。但係神完全缺席。第三小段，拉麥報復應許超越神。拉麥係第一個人破壞一夫一妻嘅制度，又係第一個連環殺人犯。佢嘅報復應許害該隱會遭報復7倍，害拉麥會遭報復77倍，將原本保障生命嘅應許變成合理化自己施行殘暴嘅藉口，表示人自我膨脹、殘暴升級，對神藐視到極點。從該隱個人謀殺到家族建立社會層面嘅冇神文明，從阻止神嘅刑罰到排斥神嘅文明，再到超越神嘅宣告，人類越嚟越敗壞。該隱殺死咗被神悅納嘅亞伯，佢象徵敵對神體系嘅首領。佢嘅後裔發展表面繁盛風光，但係與神遠離嘅文明，後果就拭目以待。第7段，塞特出生，人開始呼求神。塞特個仔叫以羅士，意思係人，但係有脆弱有限嘅含義。作者用以羅士個名嘅意思，表示塞特嘅後裔可能因為意識到自己有限同脆弱，而公開敬拜耶和華，逆轉始祖疏遠神嘅情況。舊約福音創世記第4章嘅用字同觀念呼應第3章，描述罪惡喺第一家庭嘅演化與擴展，從亞當嘅大仔該隱到第7代嘅雅拔、猶拔與圖拔該隱。作者以濃縮手法描述人類逐步墮落、徹底遠離神嘅境況，但係喺呢個急劇敗壞嘅過程，神嘅憐憫從未停止，佢仍然為罪人做咗記號。呢啲片段透露出救贖盼望，只要人肯呼求神，出路就仍然存在。謝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